全台湾2300多万的人口，有将近70%的人住伫六都。除了六都之外，倒一个县市上好住咧？这是伫网络顶引发着热烈的讨论。结论是嘉义市。讲嘉义市天气好，物件好食，厝阁便宜。电影院、病院、大型的连锁店嘛拢有，边仔阁真侪景点，住着真利便、真舒适。 全台各县市拢有无同款的特色，不过2300多万人的人口中有70%住伫六都，即马有网友真好奇，除了六都以外，倒一个县市上适合人住？有未少美食的中华有排伫名单内，有人介意屏东，因为上北到高雄真方便，去垦丁耍水嘛近近啊尔。不过这个所在第一名。 觉得嘉义市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，这样，那它的步调呢，就是刚刚好。在嘉义生活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。人口26万的嘉义市，即马变成大家心目中上想要住的所在。大家人拢讲舒适家无想要离开，除了物件好食、厝俗、天气够好，更加有了讲电影院、病院、大型连锁店应该有的拢有，边仔有真侪景点。以机能都市化来讲，嘉义市无话讲。 已经搬下来，其实已经7年多了，到现在就被这一块泥土真的好像被黏住，还没走不开。那我觉得嘉义的部分就是它的尺度很刚好。那再来的话就是你要上山下海都很方便，人情味，空气，这环境。 它的地理条件都很不错，而且要去哪个地方都很方便。我来嘉义就发现到，真的整个租金啊，还有房价、相对台北便宜太多了。嘉义市红俄罗干呢，有人讲这是最后一块净土，因为优点才侪，嘉义市未点出讲，秋冬的时空气污染有较严重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土地是会黏人的，特别有风格经济的一个好城市。 虽然讲嘉义市变成真侪网友心目中想去住的都市，不过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。找到一个家己介意、佮适合的都市，安尼才住了会久长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